用面霜之前，先用一支精華液，咁樣個皮膚咧就滑溜溜又白又淡斑。佢係美白、去黃、去黑、淡化各種斑斑點點。嗱，一次性一支㗎，用起嚟非常簡單方便。佢係滿滿個精華液嚟嘅，哦，全部都精華嚟嘅呢。用嗰陣咧一定要小心啲，嗱，就咁樣，一下子就跌咗出嚟啦。滑溜溜㗎，睇下，全部啲精華液。哇塞，摸上去好滑啊！用起嚟方便簡單，攜帶都方便啊！嗱，哇塞，好滑啊！滿滿個精華液。哇塞，好滋潤啊！一啲都唔油膩，見到嘛？嗱，同你講，嗱，有呢個 CC 中國人壽保險承保㗎，更加值得信賴嚇。佢都係嗱，有國家醫藥品監督局備案持證上崗㗎，檢測過呢個美白祛斑精華，放心使用啊！價錢又唔貴，39蚊9到手，10盒，每一盒入邊係10支裝㗎啊！10支裝真係一次性一支，用起嚟簡簡單單又方便，攜帶方便啊！主要用起嚟呢，滑溜溜㗎，佢又係持證上崗，仲有呢個CC 中國人壽保險承保㗎，呢個產品真係值得信賴啊！用咗呢一支精華㗎啦，用咗一支精華一次性一支啊，跟住後尾就搭配用我呢個美白祛斑霜，咁樣嘅話，用一段時間呢，個皮膚就會又白又淨，去黃去黑，去暗黃去黑，淡化各種斑斑點點。堅持用一段時間啊，效果係唔會令你哋失望嘅。